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19，箴言4章26到27節安尼講：著修平你的腳的路，著堅固你攏總的路途，毋通偏左偏右，著互你的腳離開歹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偏左偏右，離開歹路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滿有恩典甲真理的活命主，願感謝你，賜下你的話語，做阮生命的光燈，引帶阮行佇正直甲平安的路。主啊，阮要將你的話藏佇心內，免得阮得罪你。求你賜阮堅固的心，互阮佇無論什麼款的境況，攏通靠你得勝。主啊，願承認家己的軟弱，這時，阮偏行家己的路，無照你的教示來行。求你用你的疼扶持阮，互阮較無你的真理，遵趁你的誡命。主啊，你愛阮修平腳要行的路，堅固阮攏總的路途，無偏左偏右，通互阮的腳離開歹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